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0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又有机组人员去检到武汉肺炎啊，新人为会议的技术感染官也等来调查。伫咧台中太平有查甫人伫溪边去河水淹死，敢是因为停水去到溪边洗身躯才造成意外的？这个也是等来调查。高雄轻便铁路去了凯旋沿路车行顶造成民众混乱，3个月来就开120张的罚单出去啊！伫咧国内又有一个航空人员去染到武汉肺炎啊！今仔日新增加2个病例，就是国内航空公司的货机技师，目前是也无都确定讲因是伫倒位感染到的，目前也等咧调查。另外有一位60岁查甫人自 AZ 疫苗注射了后的16天，身体却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敢是甲疫苗有关系？明仔载召开专家会议进行讨论。国内新冠肺炎，国增加2个确诊病例，2个人拢是国籍航空的货机技师。暗号1078是台湾籍50多岁的男性，暗号1079是60多岁的男性。2个人伫4月14，甲另外一个机组员同齐执勤飞去美国，16转来台湾了后做3天的居家检疫。2个人因为爱出勤，所以公司安排因做采检，才发现2个人是阳性确诊。案1078是在4月18号出现喉咙痒。案1079在4月17日出现喉咙痒、全身酸痛症状，有关它到底是境外或是哪一个先感染，目前都需要厘清哦。指挥中心表示，这2个技师发病进前14天，除了派飞的工课、甲居家检疫以外，其他的时间嘛有伫咧过来活动，因为安尼嘛袂当完全排除是本土感染。不过这2个人上尾一届派飞完成了后，就无搁入去社区。17、18、19都是在居检。所以他第3天就是19号的时候去采检，那当天早上去采检，晚上知道结果，所以他都没有出社区。根据统计，目前已经有378个国籍航空机组员有注新冠疫苗头一档。有一间航空公司按算5月31进前对拢资料，也若公费疫苗的部分，目前累计有33404个人已经注啊，而且新增加4件不良事件的通报，其中1件疑似严重不良的事件，是注了后第16天出现症状。这一位是60几岁的男性哦，他在接种后的第16天哦，出现呼吸道的症状，那后有出疹、呼吸喘，那初步诊断是怀疑是这个疑似的血管炎跟间质性的肺炎。指挥中心表示，这个症状无啥像是疫苗可能会引起脱血管的情形，或者是格林巴利症候群。拜三也就是2日的时阵，会召开专家会议，讨论这个患者的症状甲注疫苗敢是有关系。那1万剂自费的疫苗，到19尾为止，30已经病院注本的人数是3802个人。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对这个月初6开始实行限水措施，不过20早起伫台中太平一江桥附近的溪边，却发现一个60岁查甫人去河水淹死，也因为伊的身躯顶拢无外伤，敢是因为停水走去溪边洗身躯，才来造成意外的？恐惊是过来调查。水桶内底拢是男性的衫，边也有已经开的洗衫粉，另外还有一袋纱文，主人已经无看人影。20早起，警方有接到报案，讲台中太平头板坑溪边的水溪有一个查甫人，防救起来的时阵已经无生命迹象。已有那个诚信使者的衣物，还有盥洗用具，不知道是体力不支，还是有任何的因素，我们警方还深入了解。经过警方调查，这个查甫人户口伫南投埔里，伫台中生活，无一定的住所，拢是靠脚踏车代步。死亡原因初步排除外力因素。实际中回现场看这片水溪是较一角人较少，当地钓鱼的人讲看起来平静，毋过相当危险。大部分拢是来遮钓鱼的较济啦，惊是讲是惊伊有青地不倒去，讲着也是啥。台中目前实施分区供水，假区的太平停水时间是拜2到拜3的0点，20也是逐礼拜停水的第1天。不过当地里长是讲，这个所在虽然讲伫公线较尾啊，不过下晡水龙头拍开，水压较细以外，拢还有自来水通用。已经是第3届停水，但是第1届、第2届已经拢无减水，是水压较低一丝丝啦，根本拢无减水，拢无减水。里长是讲，当地大部分拢是透天厝，逐户拢有水塔，袂讲完全无水通用。
当地加油人无偌济，这个查甫人毋是当地人，是毋是因为欠水去溪仔边洗肠发生意外？警方还阁继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欠水的问题，中央政府也积极开发水源，包括着中华乌溪河流水工程，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落南去视察施工情形。另外，民众也烦恼讲，若阵继续无落雨，限水措施敢会愈来愈严厉。苏贞昌也表示讲，目前应变中心无其他的规划。台湾拄着严重的渴旱，连30多年来，下流泉水问出来所在，嘛规个无水啊！这规港的泉水直接用出来，热天拢会溢出来伫咧路面，叫即马规个拢发臭啊！应该就是对今年迄个热天啊无风台，降雨量无够，就减少咱这个地下水的蓄水量啊。即马欠水，土坝规个大屁屁，甲用过4、5月的时阵，有上万只火金菇伫飞来飞去的情形来比，今年的数量是减9成。欠水真严重的，还佫有苗栗、台中、甲中华等等的地区，目前已经实施用水5天停2天的限水措施。中央积极开发水源，包括中华乌溪河流水的工程，按算上近5月份，就会当一天送55000吨的水。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别落南视察施工的情形，不过若是一直拢无落雨，民众烦恼讲限水措施敢会佫有限。很多受限制地区的民众，大家都真的看到水库都快干了，所以都很主动，都很到位，节省下来的水都超过预期，非常感谢，大家也应该肯定。同时，经济部一直用尽心力在找水、调水、节水，做得很好。目前抗旱中心并没有所谓公事停山这样的规划。苏贞昌强调讲，伫讲尾水拍无到位是真罕见的个案，即马已经比2015年靠岸供水的情形进步真济。若做了无好的所在，会由经济部甲水利署等等来做改善。台湾面临着欠水的困境，嘛互水资源的回收受到大家重视。偏有头一个公共污水处理厂向王园水资源回收中心，内政部长徐国勇20亲身去主持通水典礼。澎湖的这污水能够处理好的话，对环境有很大的一个改善。然后我们再把水再回收，对澎湖在水情的使用各方面有更大的助力。在台湾渴旱现象也未解决的情形之下，水资源回收中心一天会当处理680吨的民生垃圾水，按算会当到消透离岛欠水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长王国材今仔日早起完成交接，接任交通部长啊。致辞的时阵，伊也表示讲会进行代替改革，确保行车安全。伊来讲到代替局长的竞选，伊是希望讲对3位副局长当中升一位起来，强调讲已经有和院长来沟通过啊，最近就会走行政流程。是去交通部长的职务，林佳龙看起来真轻松。致辞是强调，已将交通政策重大交予新任交通部长王国材，正式接掌交通部王国材上台致辞，马上宣布8大目标，其中主要目标就是落实代替改革。这个改革一定是3赢呐，一个是乘客赢，一个是台铁本身赢，一个是员工赢。员工不会在改革中少了一点点他的福利或应有的待遇哈。也是我们对社会大众的一个承诺啊，改革让他有基本安全这件事情哈。伊对代替工会换会强调改革未影响员工福利，代替企业工会甲代替产业工会也表态赞成代替改革，毋过公司化爱慢慢来。先喊公司化是先射箭再画靶啦，先把自己的体制调整好，然后同步把财务改善好，我们再来做一个决定，这个我们才能接受。设备材料或者是人力部分，或是安全的这个部分的问题，其实都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应该要拉到行政院层级去做这样子的监管小组长期的稽核，才能够解决这些事情。另外，代替局已经3个月无局长，王国材表示已经决定竞选，最近就会改参详，但行政院通过了后就决定。因为我已经找到台铁局长了哈，我会把他签上去，大概会有一个副局长先代理啊。我初步是希望内升哈，3个里面其中1个这样。8大目标除了代替改革以外，也有完善便捷交通网。过去讲到西部高铁、东部快铁也增加，要求东部快铁也要安全，加速期完成桃园机场建设等。另外，针对铁路高号后续，伊表示代替局正在调查联合台铁公司的减速措施，将对合约项目确认当中，代替有可能直接向联合台铁来求偿。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台铁道路故事故都发生尔，再出伫花莲吉安乡有过一个边高道发生一台超盘货车卡伫顶头，迄当时有一台普悠玛列车特别经过，好佳在这个铁基路的保全有看到，赶紧通报，要求货车就要赶紧来减速，也协助这台货车赶紧来拍救，才无发生意外啦。17下晡2:22，花莲吉安乡永兴至滨高道有一台载囡仔的厝流浪的货车要经过，因为伤过悬卡掉咧，货车就安尼停伫滨高道顶悬。当时的保全赶快冲到平交道旁边，然后大喊火车快来了。那我看货车司机试图往前之后，好像没有办法往前移动，然后他倒退到栅栏之外之后，那就听到那个火车要过的声音。就伫保障员是紧急开关90秒一台去台东的普悠玛号通过滨高道，货车顶员司机因为接到无线电通知放慢速度，成功阻止这场灾难。发生状况的时候，一定要去按那个铃，因为按那个铃就代表说会通报说当时准备要过的火车的那个驾驶，因为这种状况是比较少，可是又是在分内的工作。事实上，这永兴至和平高道顶个月，才有一台大卡车伫这顶悬害去，也是靠这位保全人员才阻止货车去弄掉。这边常发生啊，我来碰到好几次了，那火车就已经快要来了，车子还在那边，还卡在那个平交道那铁轨上面呢。铁路警察局表示，自从东部铁路电气化了后，沿路滨高道拢设4.2公尺悬的限关门，不过也是有驾驶想要弄过去，已经为监视器通知车主到案，故意违反道交条例，罚900清白。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捷运的绿线第2号就要正式通车路，这也代表讲开始要甲民众收钱啊。对此，营运到达已经有186万人次坐过，未来台中市的老大人甲新兴中介者，拢会当有半票优待。几下位时代坐电动轮椅，按算要去台中市区耍一天，当有坐稳通坐，因感觉真方便，车钱也省真多。这个月做了蛮多次的，因为我很方便，以前我都是开那个车子，那我们来的机会就会比较多，来的意愿就会比较高。哦，是，所以不应该分说，好比说市民啊或者外县市啦。对。花关市的老大人用当地县市的敬老卡，就会使坐台中捷运，提升坐长辈来台中佚佗的意愿。台中捷运公司统计，到这个月19，试营运的累积量有186万人次。日均运量平日5万，假日是10万。那么主要的客源是来自于高铁台中站跟市政府站。这个月25，台中捷运绿线就要正式收钱营运。台中捷运表示，5公里内是20块，每2公里加5块，总计就是50块。目前台中市民来用敬老卡和儿童卡，就会使半价坐车，而且也通用点数纳车钱。也拿外关市的老人若有敬老卡，虽然也是优待半价，不过无法度扣点数。考虑到成本的问题，还有就是其他的县市的一些交流，或是他们的成本到怎么样？48小时、24小时的相关方案，那这一块可能很多是针对游客，那后续我们当然会针对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这个方案推出。袂少人咧讨论，只要下规定，就应该爱有同款的权利。不过也有人烦恼讲，会造成台中市财政的负担。市府这边是表示，目前优待若是照敬老卡的规定，未来会搁评估载客量，针对市民和外关市的民众推出一日票或者是月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轻便铁路的大南环路段，自从通车以来，凯旋路沿线要到3公里长的车红灯，常常互民众混乱，甚至有民众忽唔到就自安尼去互开罚单。调机关统计讲，这路段3个月以来，就开120张的罚单出去，因来要求交通局就要赶紧来改善。骑欧多摆沿高雄凯旋路这条轻铁大南环路段行，有民代接到陈情，发现沿路的交通号志，伫行箭头若倒的时阵，袂当倒弯嘛袂当正弯，就按圆形青顶倒的时阵，才会当倒弯正弯。不过这2个号志拢是青色的，互袂少民众是看了无煞煞，一个无注意违规，就要等咧吃罚单。之前有些路人骑过去的时候也是啊，就会顿一下，然后不知道要不要前进，然后就被后面的人扒喇叭了。有点危险。对啊。因为我上次也是被人家扒喇叭。都唔知会使活啦，袂使活啦呢啦，
真正敢若无理想啦。要3公里的路段，交通号志，互民众批评讲是看落灰煞煞。因为1月份到3月份已经开出120张的罚单，一张罚600至1800。未输甲民众当作提款机。那高雄市议员蔡武宏伫质询交通局的时阵，嘛要求因来做改善。因为它2个灯号都是绿色的，该路段它设之后，绿灯原绿灯才可以左右转，那标志的直线的红绿灯亮起的是不可以左右转的，会造成用路人一种混淆。在4月底，其实会把它跟完全要改成一街一样，就只是会看到箭头，左右的箭头。交通局表示，民众对直行的箭头这个交通号志要无啥熟悉，是轻铁大南宽路段违规，或者是小 A 车号主要的原因。从1月份到今，已经有5件伫轻铁小 A 的事件，因为安尼会伫沿线另外安电子扛棒加强警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听话说分明，在美国德州17暗时发生一战死亡车祸，有一台特斯拉的电动车驶过弯的时阵，速度太过紧，煞去撞到边仔树仔，车顶2个人拢死亡。警方也要去特斯拉公司调查，看这台车祸的时阵，敢有使用自动驾驶来厘清双方的责任。失控撞路边树的车，因为撞的力度有够大，甲倒火烧起来，规台车是路苍苍，烧到车身后边才能看出车的形状。外电报道指出，根据警方甲现场的人的讲法，肇事车有自动驾驶功能，迄时阵驾驶座是空的，车顶2个人，一个伫副驾驶座，另外一个伫后座。因为伫高速行驶之下，无法度按照道路曲线行，车冲出路边撞到树仔。不过，根据特斯拉讲法，这公司所谓自动驾驶其实只是互驾驶人手边有代志要做，比如接电话时阵暂时放开双手，无去按很多路，不过爱由驾驶人自动监控车辆甲头前路况。在事发迄时阵，伺服器资料显示，肇事的车无启动这驾驶辅助功能，车主也无买全自动驾驶 FSD 这项服务。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也讲，车祸路段的路面无清楚标线，所以自动驾驶辅助功能无法度开。为确实调查清楚，警方向法院申请搜集票，去特斯拉公司伫德州的办公室，保存伺服器记录等相关的证据，作为调查参考。这车祸车款是2012年到上市的特斯拉 S 型，属于大型房车。各为2014年拿出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佮得到美欧这国家交通安全评估的5粒星评价。马斯克伫这摆车祸几点钟进前，佮推文表示，特斯拉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和车祸几率降低到其他厂牌1/10。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美国伫今年2月重新加入巴黎协定，而且选伫伫4月22，也就是世界地球日这天，邀请40个国家的元首参与线顶气候峰会，而且是由美国总统拜登来主持。不过，伫咧会议举行的前2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却表示讲，美国伫咧再生能源发展这部分输中国真济。就专家认为讲，这对台湾来讲也是一种的惊喜。伫国内气候界也是有袂细的声音，认定因应气候变迁，努力减少二氧化碳，会提高生产成本，失去竞争力。也毋过对捌提出巴黎协定，即马个重回的美国来讲，减少二氧化碳毋若是讲重要的战略，更加是关系到创造美国工作机会的准锋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422世界地球日伫要举行的线顶气候峰会前发表演讲，承认美国伫再生能源的发展输中国。If America fails to lead the world on addressing the climate crisis, we won't have much of a world left. If we succeed, we'll capitalize on the greatest opportunity to create quality jobs in generations. 美国总统拜登要邀请40个元首，将亲身主持22举行的线顶气候峰会。美国甲中国分别是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第2甲第1的国家。国务卿布林肯这个讲法，国内专家认为讲是事件。佮指出，中国宣布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峰，2060年要达到零排放。全国已经尽力地发展再生能源。所以我觉得美国他自己也认清楚，他在再生能源这一块，他不急起直追，或是说他不跟中国合作，他可能连在气候变迁讲话的余地都没有。
所以这是一个美国提出一个警讯，我们也必须正视这个事实。田启明指出，台湾政府比较起来，对卖排放二氧化碳态度保守，也未看有真积极的做法。对这代志，有8个科技企业打算伫6月成立台湾气候联盟，实际要带供应链落实产品减少二氧化碳，以因应国际减少二氧化碳的一个趋势。记者综合报道。自从疫情爆发了后，真侪会议拢改做是线顶视讯会议。不过，这时间一个久就出现疲劳的情形，其中有一个女性受到这个疲劳的影响是平淡性更加严重。挂耳机麦克接一通一通的视讯电话，疫情爆发以来，远距离办公变作是流行。不过，随着视讯次数增加，长时间真近伫真荧幕，也引起袂少镜头。Encore une fois, derrière un écran ou par meeting Zoom, c'est pas la même chose, ça n'a pas la même saveur. 一寡人伫挂掉电话了后出现视讯会议疲劳。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女性伫视讯会议结束了后，产生疲劳比例比男性更较悬。逐天的视讯会议时间也是女性比男性较济。长时间落来，对女性恐惊造成负面的影响。若是造成疲劳的原因，除了爱应付网络无稳定、画面无清楚、延迟这个状况。荧光幕大小限制，和手势甲肢体动作，才会非语言的自信减少。双方必须爱更加专心。另外，特写镜头用来放大一寡缺点，也会消磨注意力。People have now integrated video conferencing into their lives, in the way they work, the way they learn, the way they socialize. 为了避免伤接的视讯影响员工的身心健康，华基集团推出礼拜5零视讯，要求每礼拜5的会议该由电话进行。另外，各将5月28定做休假充电日，鼓励员工行出荧幕以外的世界。搭丁顺大纸为薄薄仔的装。伫日本也因为视讯会议变真接，注意家己的时间变较济，互袂少爱水的男性趁机会好好打扮家己。圧倒的に10代、20代、30代が多かったところに対して40代、50代、60代のビジネスマンが、このリモート会議をきっかけにシェアを増やしてくれる。无想要伪装的人，原来会当使用免费的路径，看起来气势更较好。另外，原来有一寡品牌趁机会推广男用化妆品。伫疫情影响的时阵，抢攻男性爱水的商机。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美国的众议员提出台湾国际团结法案，表示联合国大会的2758号决议承认中国是联合国组织唯一的合法代表。不过，这无干涉到台湾。美国代表应该是爱呼吁到咱的国际组织对抗中国。而且最近美国、日本的联合声明当中，也讲到台海和平。美国国防部是搁再强调讲会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能力。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是讲到干涉内政，袂似是一个暗示美国同款。美国行动派众议员，包括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贝拉甲康世恒，还有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4个共同主席夏波、康诺里等等，共同提出台湾国际团结法案。这个法案头起生成8月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的决议，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伫联合国组织唯一合法的代表，而且并无涉及台湾。美国反对任何想要改变台湾的倡议。美国政府呼吁国际组织做伙抵抗中国。外交部呢，我们感谢美国的国会议员，他在近年来都不断的采取一系列的友好台湾的作为，他们用具体的行动来展现对于台湾的重视以及台美关系的一个支持。这个法案刷落来会送交众议院审议，法案内底嘛引用国会意见表示。美国政府应该鼓励盟友同伴，反对中共干涉台湾甲邦交国，还有非邦交国之间的关系。议员康诺里讲，这会当确保美国较重要的同伴，也就是台湾会当团结起来做伙，进行美国甲日本峰会联合声明，才强调台海和平甲稳定。美国国防部19讲，会表示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能力。Nobody wants to see things come to blows over Taiwan. We remain committed as we have for multiple administrations to aiding Taiwan in its self-defense. 国与国相处要把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挺在前面，动辄对他国颐指气使、干涉内政，不得人心。批评干涉内政，不得人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伫普俄论坛发表视讯演说。
虽然无呛明，不过看起来都是咧针对美国，强调世界都爱公道，唔通压霸，都爱互相尊重。虽然中国最近伫咧南海真正做军事演习，不过习近平也是强调讲，中国永远无要争第一名，嘛无要武军备竞赛。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公布3月外销订单，外销订单的金额是美金536.6亿，是有史以来同个月上好的纪录，年增是33.3%，是连续13个月拢是有增加的。全球的一个景气的一个复苏的话，需求的一个增加的确是有这样的，还有加上原材物料价格上涨，这2部分。同时都有推升我们订单金额的一个高度成长。去年的基期比较低，就是传统货品的基期在3月份而言是比较低的，所以才呈现有比高科技有更高的一个成长的幅度。经济部表示，受到全球景气变好，搁再加上科技货品远距离商机，再加国部经济以及着新兴科技应用需求变强，而且国际原物料行情变悬，刺激着传统货品接单会增加，也互订单金额继续伫咧升悬。经济部也强调讲，因为5G高效能运算、人工智慧以及着车用电子等等的需求，台湾半导体产业有优势，对科技类货品的接单表现有帮助，降低小过效益。有真侪民众拢捌穿皮鞋刷厝跋倒的经验。行政院消保处今日公布市面上皮鞋下底防止厝气的查核，也发现讲超过有60%的皮鞋拢无达到防骨性的要求。消保处也建议讲，伫国家还未定出标准之前，业者应该爱标示来提醒民众着爱注意风险。穿皮鞋伫路咧行，一无细致刷骨倒受伤，进前消保处根据 CNS 16034加 CNS 16039防骨性要求检测16件皮鞋，结果有10件无达到防骨的标准，其中亲像蓝鸟这款受测女鞋，骨的系数分别是 0.19 加 0.2， 阿数10部皮鞋也只有 0.16 加 0.15， 天普伦 0.24， 拢比标准的 0.28较低。因为防滑性的部分的话，在全世界没有一个防滑性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标准。我们找到国家标准里面有一个是供业者之间例如说他们业界之间自己签订契约时可以依据的标准来做检测。我们在字鞋上面来讲，不同的鞋款，它因为材质的不同，它的防滑系数应该也会有不同的标准。消保处表示，目前国内外针对鞋仔防骨部分无相关的标准，只有工厂用的安全鞋仔有，所以这摆检测是按照标准局所定的鞋类制造厂商甲供应者之间所定的契约国家标准来做检测。进前邀请相关业者开会时阵，业者愿意要求供应商强化防骨的功能。亲像阿寿就表示，会参考相关数据做整体评估。天普伦也讲，会请公司研究加强安全性。在摩擦力的部分的话，过高的话它会往前倾的跌倒。如果说摩擦力过低的话，它会滑倒。我想这2个都是不好，所以说那个哪一种是最好的话，可能要请学者专家大家共同来讨论出来。消保处表示，伫国家标准无制定之前，和业者应该增加一寡伫谈或者是雨天环境可能会骨的警示，提醒民众注意。伫倒路面行，树林下底防骨效果较好；伫淡的环境或者是较光骨的地面，譬如下底防骨表现较好。那定定伫淡或者是有污染物的环境，应该选择下底纹路较深，避免高潮伤过细鞋仔，对排除污染物才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第即届台铁排配事故了后，台铁宣布讲，新买的 EMU3000型列车比德鲁区和普悠玛拢加40个车厢，速度是共款紧。6月开始交车了后，会升入去投入去东部营运，整体运量会当提升40%以上，希望会当改善铁无台东花莲车票问题。车驶过台东关山段，黄景金的稻仔田，四周围有山做伴，东部铁路的水就那像一幅山水图。台
代替东部干线换山壁驶，换海环行，走比公路较紧。台北到台东上紧会当省2点多钟，不过一天才12班列车，所运65000人次。若车帮少，观光客多，拆无票对东部人来讲，早就是事上的代志。阮是生活伫这个所在，其他的来伊是来佚佗，所有的车帮应该都爱伫个开放订票进程。花莲台东这个在地人买厝呢，才开放予其他的观光客。小心，小心4月初2清明连假头一天，优先予花莲甲台东人订的408次道路9号列车，那374位座位卖了了，要卖120张的客票。自本11点外会到台东，想要到煞伫咧9点28分，要驶入花莲清水磅空的时阵，去弄到工程车，49个人不幸过往，218个人轻重伤。我的小孩的脚整个都断掉，我有试图要把他们拉出来，可是没办法。因为买无位，郑小姐的后生查某囝甲翁婿只好徛，也拄好徛伫咧损害上严重的车头第8节车厢。罹难的2个囡仔拢是国立体育大学的学生，优秀的原住民青年。他们2个蛮贴心的。他每年都是自己开车的，只有今年他们是坐火车，结果就遇到这个问题。这届罹难的原住民有7位，受伤的51位，以阿美族上多。长期伫咧全台湾唯一一间原住民族学院教册老师认为，政府伫咧催促铁基路双向化，也有对东部经济发展，拢只是口号。总是咱啊看整个历史，国家对东部的投资，咱拢无看见新的策略，所以人拢爱往西部、北部、南部来发展。公路也是铁路来讲，嘛是发展了足慢的。过去苏花公路一直出事情，台铁真的非常非常少。台铁它选择的路线，再加上用隧道、用桥梁去克服这些问题，所以看起来好像很危险，但是其实真正运行上面来讲，它过去所发生的灾害真的并不多。为了增加东部的运量，台铁伫咧4月11宣布，今年6月买高车的 EMU 3000型城际列车会先导入东部干线，一班车12个车厢，速度甲泰鲁9号相像，估计运量提升至少40%。不过学者要是强调，积极的风险应变措施要是台铁爱对源头思考的。记者阿明金林玉凯台东华联报道。讲到这个美食平台外送员的权益问题，20因有真侪位外送员伫劳动部头前召开记者会，宣布要来组成全国的外送产业工会，来对抗美食平台联合减少薪水的行为。未来嘛会推动守法保障外送员的权益，呼吁大家就爱来加入。外送员主工会，全国外送产业工会，全国外送产业工会。外送卡网放伫咧头前，大声喊口号。各大美食外送平台的外送员20伫劳动部头前宣布，要来成立全国外送产业工会，保障外送员的权益。以中彰投、熊猫来说，大约平均少1到3成。那 Uber 的话，台北北基大概也少差不多1到3成左右。像我以前有跑过24小时99单，那到现在大概24小时，可能连50单可能都不到。工会讲，亲像Foodpanda中南部都会区的上架车资，2019年是70块，不过到2021年刷了到剩44块。Uber Eats 的部分。台北、新北、基隆地区的平均基本车资嘛，为2019年的65块到75块，落到2021年的43块到50块。工会讲，平台减薪水，外送员会有更较侪趁钱的压力。为今年3月Foodpanda实施减薪开始，职业灾害的数量是提升3倍。像熊猫，他说我其实鼓励你们慢慢去骑车，但是变相又有系统提醒，说你现在超时1分钟、超时2分钟、超时3分钟。对，去逼迫你变相的叫你骑快一点。我是有听过司机说超时的话，单子会直接被转走，就是直接被系统拉掉这样子。
工会指出，真侪外送员出车祸，唔敢向平台汇报，因为会烦恼家己的口座和平台的侵权。工会讲，一寡县市有家己的外送驻地条例，目前工会短期的目标会以推缩这款驻地条例为主，未来嘛会推缩全国的修法来保障外送员，呼吁大家就爱来加入工会。针对工会指控，副变大回应调整报酬是为着互远距离的订单有较合理的报酬。副变大强调，因是无甲任何同业有联合的行为。Uber Eats的部分，记者伫发稿进前也未得到回应。记者郭碧君、淡薄罗台北报道。中央大学的太空遥测中心利用3D 卫星遥测来进行监测，因也发现讲中南部水库的低水量是落真济。另外，台水科技中心是分享水资源的监管技术，而且因也分析国内水资源的状况。Gore-Tex 那个衣服让水不会过去，水蒸气可以透过，所以我们再把水加热了以后，它蒸汽透过可以用另外一端的冷流，就可以把那个水收下来。以风扇系统来发想，应用伫个薄膜啊接触器引发，一旦过滤干胶垃圾水，产生再生水。一个制作基台是掌握到能源储存的概念，用电容器离子技术产制再生水，一旦解决过去工厂以电换水，用相关能源也甲减少用电量。很小电压1.2伏特，给大家做一个充电的一个动作。那我们这边本来可能就是有一个含有盐类的一个水，盐类就会被吸附在里面，所以这已经可以到达一个纯水的一个范围了。台水科技中心提出2个新的研发，希望会当协助解决水资源欠缺的问题。台湾面临扩卖危机，凸显水资源相关的议题。有学者是讲，过去拄到欠水，第一时间就会想要抽地下水来用。不过，为过去的经验来看，这种的想法必须都要做调整。超抽2万吨以上，就造成金门酒厂比较靠近海边的有2口井开始咸化。深井的水没有办法跟大陆地区连通，超抽一定不行。学者建议政府加拓展水资源，譬如成立污水处理厂、加海水淡化厂这方式，多方面来做。因为台湾到底欠水偌严重，中央大学太空遥测中心也利用3D 卫星测量分析。3D 的地体的测绘分析，计算它高水位跟低水位时候的水量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水体的面积缩减，少了大概1158或1160公顷。以跳水量上大的闸门水库来看，2019年9月11甲今年4月11比起来，水体面积减少1100多公顷，管道降低33公尺，估算水量减少4.2亿立方公尺。中央大学副校长吴思贤指出，水资源的使用除了开源节流以外，要安全强化科技管理也真重要。用卫星遥测水库的水情甲集水区的调整，也是希望会当有更加侪资讯，为相关单位的政策规划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新德县的古迹北部自天宫已经有180年的历史啊，嘛是在地人的信仰中心。因为去年发现讲寺庙因为年久失修，真侪所在这个大条叉拢会钻去，也佫会漏水。庙方也决定讲要来进行修复。到今1年过去啊，总算恢复到应过原貌。以传统的客家八音庆祝古迹修复完成，自天宫是真侪来到北部佚佗的游客一定会来的所在，嘛是地方重要信仰中心。为着这届的工程，佮邀请专门负责文化资产保存的老师傅，用上传统的工法进行修复。这个早做的方法，啊，许多是人还冇按穷用啦，哈，按讲啊，冇按穷用咧哈，因为叫他做这样，佮冇法当。一開始叫咪叫長水，長水即係啲牙，得頓牙一定要做平啊，只要都係做咧削斜的哈，那個水就灌到這邊來。原因是這樣，原因係當時啦，原因係一天牙錯了做平啊，冇做平，水會流，咪削落一邊，啲流水原因是一樣嘅。自天宮自921第一棟修復了後，到這站1月20棟，佮經過幾擺第一棟，
老建筑内底早就出现结构问题甲漏水状况，包含了我们的屋檐的塌陷，然后屋脊的裂开，还有瓦片的损毁，所以就会有一些就是漏水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就针对这些损坏来做一些修复。这一次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的修复，我们邀请到8位文化部认证的一个匠师来进行这个修复。新竹县文化局讲，自电工修复了后，即马北部内底所有的历史古迹建筑，拢已经完成修复的工课，相信对地方的深度旅游甲文化观光会真有帮助。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台湾文学的研究者张玉德教授，伊捌提出台湾文学园区的概念，希望用日本山中湖川的文学森林做例，打造台湾的文学公园。顶日伊也邀请到文学界人士做伙来参详文学园区的规划，希望文学界有共识，做伙来向政府提出建议。台湾各地头有大大小小文学馆，有以地方、作家人物做主题，也有国家级的台湾文学馆。经历过真理大学台湾文学资料馆换色风波的张良德教授，提出台湾文学园区的概念，希望以日本山中湖川的文学森林做照镜，打造属于台湾的文学公园。我做梦想中的这个园区啊。简单讲，就是一座公园，让这个平民百姓贩夫走卒都公开的，随时都欢迎来这里玩，来这里散步然后你无意中走进这个资料馆里面，一看台湾有这么多的作家。张良德日前邀请文学界重要人士，包括101岁前一人评论家李晓峰、作家向阳、台文馆前馆长郑邦定、学者陈万益等人，做伙来参详文学园区的规划和可能性。我考虑较侪就是园区设计了，你爱有人力，爱有研究者，爱有收藏，你爱会当推广服务，就是讲你的经营，其实这是问题。陈万益表示，台湾并无文学园区的经验，伊认为设立了后的经营才是问题。另外，评论家李晓峰嘛建议，大省的提案规模莫伤大，而且园区爱扩大收藏的内容。所以我是建议讲，咱今仔日成一个案，大家做伙联名向中央建议，迄个建议莫伤庞大，用几项方案，互中央去思考，莫干那限定伫文学、狭义的文学，应该是扩大之文史、译文。有教授这个文学台湾国家。听出正人的意见，整理文学园区的方向，希望梦想不只是梦想。张良德教授所讲的迄个梦想，都毋是讲凊彩讲黑白讲的。文学园区爱有，这是事实。这个空间爱真大，毋是无所在，是咱有迄个决心无？你若有迄个念，就有迄个力，就有迄个可能性。这场座谈会有40多位台湾知名的文学作家、艺文界人士参与，未来会成立推动小组，凝聚共识，进一步向政府建言，希望早一日实现台湾文学园区的计划。记者杨淑晴、张岳水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这几档是愈来愈侪有这个绘本的作家出版家己的创作品，今仔日有一本就是台湾囡仔的绘画艺术绘本出版，而且是用手工版画来创作的。高雄市立图书馆今年佫特别提供奖金，要来支持台湾本土创作，嘛要协助作者来出版因的绘本。你有没有玩过泥巴？有。那阿公的泥巴是这么大坨哎。甲这阵囡仔做伙讲故事，伊是张秀玉，嘛是这本大家做伙来算图的作家。
伊互囡仔算念图，感受做肥仔的过程，嘛讲出这本册阿公甲因查某孙的故事。故事内底抓摇、肥仔，佮有祖孙的感情，拢是台湾在地的风景甲人文。有一个县市，它就是为了建设嘛，所以就把窑给拆掉了。那我觉得很可惜啊，所以我就想说，那个蛇窑东西。它其实是可以做成一个观光或一个传统的东西，把它保留下来。我觉得那个是很值得保存的。张秀玉捌做过美术老师，伊拢用版画来创作台湾本土故事，这是伊第5本绘本。唔若讲老师傅的故事，嘛教囡仔做肥仔的知识。高雄市立图书馆今年是第1摆奖励台湾作家创作本土绘本，唔但有20万奖金，嘛协助3位得奖者出版因的作品。里面缺乏的本土的元素，更何况我们台湾本土其实有蛮多的作家，其实他已经是有很多个国际的语言版本。如果我们自己的小朋友、自己的亲子共读能够使用我们的在地的元素的创作绘本，那才是我们真正想要推广绘本的最主要核心。台湾的绘本市场要是以国外知名绘本为主，高雄市立图书馆希望会当支持更较侪台湾本土作家继续创作本土绘本，滋养台湾囡仔的心灵。记者陈家文为做高雄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对20度到32度，中部地区对21度到31度，南部地区对21度到32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7度到26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马仔同一时间再会。